你好，我係你今日嘅導師 Josie 嚇。咁我哋今日要伸展5組肌肉啦。咁喺伸展之前要問下大家有冇身體不適啊？有咩唔舒服啊？咁有冇身傷舊患啊？有冇話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話有啲動作唔做得嘅咧？OK， 好，都冇嘅。好，咁今日咧伸展過程中咧，可能有時會有啲糾正咯，咁會可能會有啲接觸嘅。如果唔想有接觸嘅咧，咁請同我講先啦。OK， 好。咁熱身之前咧，我哋做少少運動之前做少少熱身咯，喐下手，喐下腰，吸氣向後，呼氣，吸氣向後，呼氣向前。OK， 好。咁我哋今日要伸展嘅第一個動作咧係髂腰肌啦，係連接髂脊啦，同埋股骨嘅，咁有即係髂肌同埋腰大肌。我哋首先咧做左邊髂腰肌，咁咧右腳我哋跪喺度啦，右腳踏前，膝頭哥腳踭對正啦，膝頭哥腳尖對正前方，雙手放右腳裡面啦，後腳一路向後。腳踭向天，隻後腳盡量伸直啦。OK， 好，我哋做動態啊，吸氣拉長啲背往前，呼氣將 hip 上下下降，向上向下。我哋做12至15組啊，保持呼吸。3、2、1，好，完成後左腳掂地啦，我哋轉邊。好，跟住調翻轉咧，而家做右邊髂腰肌嘅伸展，左腳踏前啦，腳踭膝頭哥係對正啦，小腿垂直地面，雙手放起左膝內面嘅，右腳一路向後褪啦。好，腳踭向天，伸直腳。好，盡量拉長腰背，唔好寒背啊！吸氣拉長腰背，呼氣上下做12至15組。伸展，今次伸展右邊嘅髂腰肌啊，保持呼吸好，最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完成，後膝就翻嚟啦。跟住咧，第二組咧要伸展嘅肌肉咧，就係中斜方肌喺呢度，膊頭邊夾咧，裏面呢度呢個位啦，中斜方肌。好，我哋可以跪坐或者做簡易做嘅。咁動作好簡單嘅啫，沉啲咯，雙手向前扣實，伸直，好似抱住棵大樹，前手佢好似有力拉，跟住拱背收腹，前後好似鬥力咁，我哋望住大髀得㗎啦。好，保持呼吸，維持12至15秒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就已經伸展緊中斜方肌呢個位置。好，5、4、3，保持呼吸。2、好1，好，完成，慢慢放低。跟住我哋咧就會做呢一個膕繩肌。好，繼續坐翻喺度先，唔坐喺度做嘅嚇。咁膕繩肌咧係大髀後側啦。我哋平時成日坐 office 咧會縮短咗嗰個膕繩肌嘅，好最好即係都得閒都伸展下。坐喺度嘅時候咧，股骨平均坐穩啦。OK， 我哋做左腳先啦，右腳勾住腳一邊，左腳伸直啦，膝頭哥腳尖都係向天啦。膝頭哥可能少少微曲，係唔好超伸啊！好，吸氣拉長腰背，呼氣向前接。向前接係腹部好想掂大髀嘅，好似保持呼吸。我哋呢度停留12至15秒。舒服嘅有空間可以再壓低多啲啲。好，最後5、4，你感受到咧呢一個膕繩肌嘅伸展嘅。2、好1，好慢慢翻起。好，換邊，左腳曲腳，右腳伸直啦。膝頭哥腳尖指向天，膝關節唔會超伸嚟。吸氣拉長腰背，呼氣雙手擺兩邊向前接。腹部好想揾大髀，感受到右邊膕繩肌充分伸展。好，5，喺度停留12至15秒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升起。好，跟住我哋就企翻喺度，伸展呢一個
背闊肌，所有拉嘅動作都係背闊肌。咁平時我哋坐 office 啦、含胸啊、寒背啊、睇手機個背闊肌咧都係會成日即係用住會好緊嘅。咁我哋而家拉翻鬆佢，好，雙手我哋企與髖同髖啦，雙手伸直向天，右手捉左手腕，而家伸展左邊嘅背闊肌先，吸氣拉長腰背，呼氣向右側彎，再吸氣拉長腰背，呼氣嘅時候向右下方望內旋30度，呢度停留12至15秒，保持呼吸就感受到左邊背闊肌充分伸展嘅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向翻中間，而家換邊做右邊嘅背闊肌。好，伸直雙手，左手扣住右手嘅手腕，吸氣呼氣向左側彎，過嚟吸氣呼氣向左下角望啦，內旋30度望地，呢個時候就右邊背闊肌充分伸展啊！好，最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完成。好，望翻中間，慢慢放落嚟。好，最後伸展嘅動作咧就係頸夾肌啦，喺頭後邊呢個位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做所有頸嘅伸展咧，都要先按摩頸部肌肉啦。好，而我哋會做4短1長嘅 DIS 嘅伸展嘅。好，咁個角度咧係只係可能20度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做右左邊嘅頸夾肌。好，頭轉去1點鐘嘅方向啦，修正下巴。OK， 好，右手鼻尖對正，對正手踭，調整好頸部，吸氣呼氣01、02。好，第二組 DIS， 吸氣呼氣01、02。過程中淨係放鬆手踭啊，吸氣呼氣01、02。好，上翻嚟，放翻1點鐘。第四組吸氣呼氣，好01、02。好，扶正翻個頭先。第5組咧做10秒嘅，繼續係1點鐘方向，吸氣呼氣調整下巴啦，好放鬆，喺度停留10秒。過程之中咧唔係用力搲個頭，淨係咧放鬆手踭就可以嘅。最後3、2、好1，好去翻1點鐘方向，好個頭望翻中間先，好換邊，而家做右邊嘅頸夾肌啦。OK， 好，又調整下巴啦，手放喺頭上方或者後背對正手踭。好，吸氣呼氣01、02，上翻嚟。第二組 DIS， 吸氣呼氣01、02，上翻嚟。第三組吸氣呼氣03、02。OK， 好。第四組吸氣呼氣01、02，好，上翻嚟先調整下巴。跟住第5組都係停留10秒啦，吸氣呼氣呢度停留，最後10秒。3、2、1，好，跟住我望翻11點鐘方向，去翻中間位，好，喐下少少頸部，有冇任何不適？好，冇嘅。好，我哋完成晒今日5組嘅肌肉伸展啦。喺呢個時候咧就鋪彈翻，放翻鬆，好，喐下腳，喐下手，嚇。咁咧翻屋企飲多啲水啦。好，多謝晒，完成。